来平安啊！即马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首先，咱先开圣诗15首，圣诗15首，万物光明叫美丽啊！咱来，咱呢？哦对，咱唱专首哈。来。煞遮咱来看135首，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啊，咱嘛是唱专首3节，哈。你
煞遮咱看189首自属英华美牛，咱嘛唱全首，一人2赞，来。上赢389首，上赢389首。吟诗学到到这。这时礼拜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上主啊，我感谢你，至关者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阮早起时会保养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是喙唇学落你，所以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我的心神会满足，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我嘛要用欢喜的喙唇唱歌学落你。做伙来吟圣诗15首，圣诗15首，万物光明极美丽，请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伫三角額頭來祈禱。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大權能的主宰，天父阮的上帝。今日是你所定神的日子，阮歡喜來到聖殿來敬拜你，學落你奇妙的作為。阮感謝你揀選阮，成做你的兒女。互阮有份伫上帝國這個大家庭中，因為你的疼甲恩典，互阮通佇基督內面彼此成做兄弟姊妹，互阮佇實踐耶穌的疼出比親像家己的時，通看見閣談到天國的滋味。這也是你呼召阮這陣有罪的人，通對沉淪中重新得到性命。喜樂的恩典，總是因為自我中心的罪性，阮習慣注目佇家己的利益，佇意愛關係，佇驕傲，佇自我中，阮的心受遮牽，直到阮的目睭看無清頭前的路，迷失佇夢渺黑暗中，各種世上的價值觀，常常逼去阮離開你的話。直到什麼是應該愛做，下佇主你的心意的，阮常常失去準則。懇求主赦免阮的軟弱，
求你的神引带阮行正直的路。主啊，阮要为阮共信的兄弟姊妹来献上阮的祈祷。你捌讲，有2个也是3个人奉你的名组织，你就伫阮中间。阮即时奉你的名组织，求你听阮的祈求。伫阮跑走天路的时，牵阮的手，互阮通时时跟对主来行。当阮失志野生的时，求你坚固阮的信心。当阮的兄弟姊妹需要安慰的时，互阮有够额的疼甲信心，通伸手接济。帮助阮，通过阮，互你的主权、你的国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也要为教会来祈祷，因为主，你是教会的头，阮愿意做主的肢体，用你的心做心，用行动的见证，将即个赐予阮新生命的好消息传到阮的厝边。丁像张干牧师的福音分享会，吸引侪人来听来分享。即粒福音种子也伫每一个人的心内。恳求信心的同工，互听着福音的人，伫正人的大道中，通过属灵的管教、培养，成做天父上帝的儿女。阮也要为国家来祈祷，愿主赐福台湾，坚固人民的信心，有自由民主的环境，有公义的社会，人人有健康的身躯，有疼，有好人民的心。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也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是来启应，请咱掀开信息后面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59篇，这是出对罗马人书第10章，咱做伙来启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做伙来吟圣诗135首，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请起立来吟。
坐。做伙来祈祷。至圣至高的天父上帝，求你开听阮的眼光，互阮通看见你的旨意。求你互我的心思平静，互我通静静思考你的话。求你管教我的灵魂，互我的性命降服伫你。这时，求你的圣神光照我，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安尼恳求，是靠主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到27节。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到27节，这是上帝话，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14节，身躯毋是只有一个肢体，是有真侪肢体。脚若讲我毋是手，所以无属身躯；脚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耳仔若讲我毋是目睭，所以无属身躯；耳仔若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全身躯若拢是目睭，要用什么来听？全身躯若拢是耳仔，要用什么来听？安尼，上帝照伊的旨意，将逐款肢体安置伫身躯。全部若只有是一个肢体，哪会当算做身躯？安尼，肢体有真多，毋过身躯只有一个。目睭袂当甲手讲，我无需要你；头嘛袂当对脚讲，我无需要你。其实，咱的身躯遐个看起来较软弱的肢体，颠倒较有必要。咱看毋上肉的肢体，颠倒较着甲伊看重；较歹看的肢体，颠倒较着甲伊糟蹋。遐个较好看的肢体，就无需要糟蹋。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互遐个较无重要的肢体得到较大的尊重，通互身躯免得较分裂，颠倒互逐个肢体互相照顾。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得到阳光，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恁是基督的身躯，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互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会请圣歌队阿萨斯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你是我的至宝》。
今仔日是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咱真欢喜邀请张德林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认识基督的身躯。六弟兄姊平安。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文字事工的纪念主日，特别就是要为伫今仔日，咱特别要少年区台湾教会公布，伊一切所做的工，咱伫平常的日子，咱就常常为伊祈祷，特别伫伊欠缺时，咱嘛需要为伊奉献。但伫今仔日，我要用咱头拄所读的圣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到27节，参加来想一个题目：认识基督的身体。保罗伫这段圣经，咱头拄若真细字咧读的时阵，咱就知保罗用骹、手、目睭、甲耳仔做例。伊伫遐讲，伫教会内，咱每一个人拢扮演无相像的角色。有个人扮演骹，有个人扮演手，有个人扮演目睭，有个人扮演耳仔。保罗用这个例咧讲，每一个机体拢扮演一个功能，拢有伊要紧的功能。这个功能对其他的机体来讲是非常要紧。咱譬如讲，咱目睭若咧艰苦的时，咱需要手，是安怎？手会当去摕目药膏来点咱的目睭啊，目睭家己无法度去摕啊。咱需要骹，因为骹会当带咱去诊所找医生啊，来听医生到底要甲咱讲啥物啊。目睭嘛需要耳啊，去到医生迄个所在，咱听医生到底甲咱安怎吩咐，咱就安怎做，才来当保持这个目睭。亲像安尼。每一个机体拢扮演要紧的功能，对其他的机体来讲，绝对是有路用的。保罗用这个理论是咧讲分工甲合一啦。因为伫迄个时阵，哥林多教会拄咧分裂，有人讲我是属保罗的，我保罗派；有人讲我是属阿波罗的，我阿波罗派；有人讲我属彼得的，我彼得派；有人讲恁迄拢属人名。迄加利文庄的，迄约翰卫斯理的，迄拢属人名。我这直属耶稣基督的。保罗讲，迄嘛一派，迄基督派。哥林多教会拄啊面对分裂时，保罗用认识基督的身躯，每一个人伫全体中间，拢总是有功能的，彼此唔通轻看，爱特别注意，甚至爱特别注意。遐个较艰苦、较微细，看起来较无遐好看，咱爱特别注意。但我今仔日伫这个文字事工纪念主日，我就用保罗这个譬如，咱三个来想圣经的假释，头一个。伫圣经上起头，伊讲认识基督的骹。我讲一个故事，历史的故事吼。公元1888年6月到9月。咱知影台湾迄阵清国来一个大官，刘铭传吼，这咱拢知影。刘铭传要来时，伊就感觉奇怪。台湾毋是讲这个土地真肥，台湾钱阴骹目，是安怎捡起来税干一丝丝啦？小可去查就知影，大家拢尽量闪税啦。迄毋是干迄个时阵啊，到今仔日嘛是安尼啦。做5架田，我甲你报1架就好啊，扣1架的税。咱今日敢毋是安尼？请人来厝里小做作一个，偌济钱？迄做作的头家就甲你讲啊，你是要发票啊？还是无要发票的？2种钱啦，看你爱对一种的啦。古早人甲今仔日拢相像啦，会闪就尽量闪啦。刘铭传拢奇怪。是安怎即块土地收起来税才一丝丝啦？重新搁去量，哇！原来你做5架，原来你做10架，原来你做偌济，找长都拍拼都卡税，
哦啊，卡甲百姓啊，止赚袂掉，因为我昨做日才拿2箍，今日爱拿10几箍，迄止赚袂掉。啊，这个代志发生伫东台湾，佮加上伫东台湾大社有一个客人叫做刘天王，啊，伊的某叫清国的官员雷福海，甲强奸侮辱，刘天王气着，怎招大社的平埔族？做伙攻击附近的清国的兵仔营。6月中，瑞水、观音山、德田、富里、地上、关山，所有遐客人、遐平埔族，拢总加入伫遮反叛清国的部队。这个部队到偌济人呢？文献顶头记载5000人，这毋是小的反叛啊，袂小呢。叛军的口号原字本是讲要刣雷福海，刣迄垃圾干，将雷福海刣死啊！部队煞毋散啦，啊毋散迄口号无啥物意义啊！雷福海就死啊！伊拢换一个口号啦，换啥物口号？要来刣汉人。因迄阵讲汉人的意思是讲河洛话啦。你迄个时阵啊，伫迄个时阵，东部生活，你喙讲河洛话，你都有性命危险啦。啊，可能啦，我安尼咧想看文献，可能河洛人迄个时阵伫文化啦，伫各方面，可能有压制着其他的族群的款，我毋知啦。啊，所以因讲要刣这讲河洛话的人啦，所以这讲河洛话的人就集中伫柏树高，今仔日个玉里，合开开来较大嘛，啊散开哦，足容易去互这个军队刣嘛，啊这反叛的军队。世界咧掠这讲河洛话的人，啊若掠着，特别是基督徒，讲恁着爱甲我做伙去拍台东，毋是基督徒的人真紧就对。啊，基督徒吼要对因去是会惊咧。我昨礼拜吼读10条戒，则讲毋通刣死人咧。啊，我是要安怎对去？啊，甲传道先问咧，传道啊，我若准去互掠去吼，我敢通对伊去安尼？迄阵咱东部一个传道者叫做黄维仁。为人啦，黄维仁，若毋知影伊的孙仔辈有黄德辉牧师、黄德武医师，捌伫中华基督教病院过。黄维仁烦恼2项代志啊，头一项，圣经明明教咱毋通刣人呢，会友若来问讲，牧师我敢通去参加刣人的工课？我是要那个应，这第一项。第二项。足现实的问题，因若真正将台东甲拍落来，远清的支援部队若到，恁这人会安怎？稳死啊！所以伊安尼除了祈祷，咱常常拄个艰苦心，毋知要安怎解决的代志。咱除了祈祷，咱永远爱想办法，爱着咧想办法，先想无啦。但要叫因去，啊叫因毋通去。啊，伊毋去，咱就随便甲刣啊！啊，即嘛是到底是安怎？想到一步啦，我会当将我今仔日的困境，我即种心内的困境，都是会友叫伊去参加，还是莫去参加？即款的困境，我会当甲牵伫迄个时阵伫台南的台湾教会公布。若假使会当牵伫教会公布。通过教会公布，传到全台湾各地，大家人拢知，而且为阮祈祷，毋然呢，可能会互阮真具体的建议。伊想这个办法感觉好，伊就伫7月初5甲7月初8写2张批，这2张批，请人对东台湾哪行哪走，走来到台南，投稿互台湾教会公布。牵出来是已经9月，因为7月未付，到8月嘛未付，迄阵是1个月出1期，到9月才牵出来。我念迄阵的配合，互大家听啦我看黄维仁安怎写伫6月，甘老爹，这就是官府的一个将军啦一个官，有甲百姓提早真残忍。强迫提银，拢袂安定，
百姓唔甘愿。后来无拜上帝的人甲阿米亚会齐，伫6月25日有杀老爹4人，官员杀4个，兵丁780人拢死，兵仔杀780人。现时水尾随随，拍石膏玉里，新开园地上拢灭无啦，害啊惨啊！毋知后来要安怎？因世俗人讲，见汉人拢要杀死，汉人拢走去拍石膏庄带做伙。总是我定定带伫石牌礼拜堂，我若会死，也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迄个时阵，伊砍出来迄张批会上要紧的一部分，啊！伫即个时阵，通过时间，我读出迄个时阵，传到这个困境，互大家听。伫危险的时，即个故事要甲恁讲啥？有人做卡，对东台湾哪行哪走，摕来互教会公布砍出来。到今仔日，我还会当将迄个批读互众人听。咱伫历史上替即个人想看卖啊呢？咱为东台湾的基督徒，到底迄个时阵，因应该在安怎较好？咱除了即个其实哦，教会做即款的代志真少。我简单个记一项就好。咱知1896年，咱伫中部设立中华基督教病院。老咱医师是长期伫中华，啊，共看病，啊去装骹，共抹药啊，吼，搁来设，搁训练遐个汉地医，啊，毋若咧暗时搁来报销互伦敦，迄无用是无用啊要死。啊，奇怪。中华基督教病院早期济到迄个病院的消息，竟然会当刊伫教会公布顶头，恁敢无感觉奇怪？我后来才知，有专门的人奉献，大写一个基督徒，伊奉献伊的脚，对中华哪行哪走，提批去台南，刊伫教会公布的顶头。啊，才佫倒转来，也有中期的消息，啊，就赶紧的，佫哪行哪走，摕咧南部，才佫摕起来。咱咧读历史的时，差不多拢无注意到即款小小的角色。毋过，咱若是伫整个事件中间，若无即双骹，代志免哪完成？代志免哪完成？恁是基督的骹，每一个人拢是。教会要紧的肢体。第二个，你是基督的目睭。哥林多批信内面咱强调，兄弟姊妹咱彼此需要，无论较好个、较善车、地位悬、地位低，较会晓做工课，较袂晓做工课，咱彼此需要。咱的真实的活命，拢对耶稣基督来。总是假使咱若袂搭甲一般的基督徒。三结连彼此同工，就亲像身体肢体啊，目睭连到目眉，连到鼻，连到喙，安尼肢体连做伙。若袂当安尼时，咱无一个人会当成做真正基督徒。我举一个例啦吼，目睭绝对无可能离开这个身体啦，目睭无可能离开顶头的目眉。迄个鼻甲即个喙啦，目睭若离开伫即个顶下纹吼，目睭都毋是目睭啊啦。目睭下伫即个所在是无比的水啦，目睭才成做目睭啦。啊，你若毋是目睭，你甲下到玻璃间仔内面，看目睭要安怎成做目睭？咱来彼此结连成做一体，迄个目睭才会当发挥功能，迄个喙才会当发挥功能。迄个鼻才会当发挥功能，迄个目眉才会当发挥功能。197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国事声明，咱伫遐主张台湾的住民有权利决定家己咱台湾的前途。迄阵叫骂个要臭头皮，我家己伫公立大学教册，我家己足清楚。迄款攻击实在是安尼，有够艰苦的攻击啦吼。1975年，
我们的呼吁，阮的呼吁，主张讲突破外交的困境，每一个人拢爱会晓用母语，拢有用母语敬拜上帝的自由。迄年在牧修圣经啦吼。1977年人权宣言，主张促请政府互台湾成做新自独立的国家。这三个宣言内容我拢无要讲，毋是今日重点吼。这三个宣言长老教会迄阵总干事拢是郭俊明牧师，我想咱真中间足侪人还佫有印象。所以郭俊明牧师伫1980年4月24被掠去受关押。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伊掩护这个施明德吼，迄也事实啦。毋过我安尼讲意思是讲，政府足早发表这声明的时，看三个声明的总干事拢郭俊明，对咱的体制也无了解，想讲郭俊明牧师头到尾拢伊家己决定的，一早就想要掠伊啊。但不管郭牧师去用关，探监的故事有足侪，我足爱甲人分享一个故事。中间是一个伊玉山新人的学生，温信林牧师，去伫台湾咧做牧师。伊安尼对台湾山顶的所在落来到屏东来到高雄来到台北去到嘉义，人毋好看，是安那？你都毋是因处理的人啊，你毋是家人，袂当谈。温信林牧师怎安尼甲家属讲？甲郭俊明牧师的家属讲，恁开门的时门开甲大芳咧。入门的时，恁的动作拜托咧，较慢一撮啦。我目睭安尼影一下嘛好。我读到这真正拍动我的心，迄个疼老师的心，疼牧者的心。门开较慢咧，我目睭影一下安就好。我对南部山里走来，我若影会到，我心就足得到安慰。这是扮演目睭的角色，这是我若腰恁互我食，喙焦恁互我啉，我做人客恁互我住，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来顾我，我伫家里恁来看我，即款的目睭。第三，恁是基督的手。Damien the leper， 这去夏威夷的人可能足侪人拢知影。伫咧市政府的头前有伊的铜像，这个神父是比利时的庄卡大汉，25岁做神父，后来伊志愿去夏威夷宣教。伫夏威夷有一个岛，专门收留遐个咱较早讲太克病，即摆讲汉生病的人，人数差不多有800人。对面原自本是无定期到迄个岛帮衬因，后来伊决定长期住落来。对面甲这泰国患这个汉生病的患者，食做伙，住做伙，为着要改善因顶头的生活环境，伊招一寡修女去迄块岛照顾遐个汉生病的人所生落来囡仔。伊向政府争取衫、食物、医药。伊家己做木工，因为因迄有个手拢烂去啊。无法度创啥？伊为因起厝、做桌仔椅仔，若有人过身，伊亲自替因顶棺木。1884年，有一空透早，伊芳滚水，迄个滚水无细字，去倒出来，烫到家己的骹，烫到伊的迄个骹枕头啊，发觉讲伊的骹无感觉。知影讲伊嘛对啊，伊嘛着麻风症啊。迄天拄好是主日，伊伫迄天主日的第一句是 "We lepers"， 咱才会着汉生病的人。遐人一听就知影，神父嘛对啊。遐政府知影这个代志。一定要接伊离开迄个环境，
伊安尼应答，会使啊，我嘛爱治疗，我嘛爱医好，不过我拜托一下，若甲我医好，请送我搁倒转来这个所在。1889年4月15，伊安歇伫上帝怀抱。伊伫即块岛，像即块岛第一暝无厝通住，暗时住伫一人大树仔下骹。特别过身的时，伊干一个遗言，就是甲我带到迄张树仔下骹就好。这是真做耶稣的手的故事。帮咱遐骹手无方便的人，替因起厝，替因做家具，甚至替因做棺木。到最后，伊甚至嘛性命献互遐艰苦、破病遐众人。伊所做的一切，拄挑回应马太25章的挑战。这个事恁做伫至微细的一个，就是惊医治我。最后。恁是基督的耳孔。我最爱我一个神学老师的神学老师 D.D. Williams 伊讲的一句话，伊讲 ：Listen carefully, in order to be a Christian， 为着要做一个基督徒，你我得细字去听。咱来细字听，伫咱的周围，伫这个世界，还阁有人讲，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无法度读册。还阁有迄款声讲，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无法度做主播无。咱着细字听，到今仔日，敢要国欺负别个国，人压制别个人，敢还阁有即款的代志？若有，咱要安怎？到今仔日，当然啦，最近都有一个大游行伫咱即附近，迄游行有真侪人咧质疑。我想，迄质疑当然是真好的质疑，不过另外一项是因表面提出来迄个问题，事实真正是一个问题，就是讲真侪青年人根本无法度买厝。这事实是伫咱中间一个问题。我看我家己的囡仔，我就知影，因哪有可能？若无因爸厝互伊住，伊是要去住底啦。咱这个问题。我唔敢讲，咱大家拢有气力通去帮助去处理这个事。不过至少伫咱的祈祷的中间，咱敢有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咱敢有为着所有一切文武百官，互因想出好的办法来解决今仔日的困境？特别像伫今仔日足侪人唔敢生囡仔，今仔报纸还搁咧看，我唔敢生囡仔。对生者上这啥？我细汉的时都无即款大问题咧。我这细汉拄啊战后婴儿潮的时阵，迄阵哪有即款问题？这一定有今仔日社会问题。迄个问题是啥物？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智慧，总是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想所有这些问题，咱真正伫咱的祈祷的中间，常常伫主的面前恳求，互咱有智慧，知影咱要安怎做。亚当·史密斯这个格拉斯哥大学的这个出名的这个经济学家伊有一个分工论啦伊有一个分工论，迄是所有的经济原理中间上出名的一个。教业想法啦讲起来分工论，听起来敢若弄来偌深咧其实足简单的啦伊的教业想法，伊讲安尼啦，每一个人只要伊做伊家己份内的代志，安尼就会使啦。唔免做伊份内的工课，唔免去做一切的工课，份外的工课。做胖的人唔免去车衫啦，车衫的裁缝师唔免去做胖啦。做鞋仔的人唔免去掠鱼啦，掠鱼的人唔免去做胖啦。每一个人拢做伊的本分的工课，合起来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这款的分工论，我想伫咱的教会嘛受伤啦教会讲无好好尽伊的气力，传达信息，阐明真理，传达圣经所要讲的话，社会关怀组去关怀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代志，迄个婚姻组，特别这个时代，看要安怎用什款的办法来鼓励这青年人，会当
组立一个家庭，会当互即个问题得到解决。每一个人拢每一组每一个工课，拢尽伊所尽的工课，安尼就好。我想伫教会的内面嘛是安尼。做骹的人为信仰来走，做目睭的人为信仰来看，做手的人即个用手来服侍其他的人，做耳孔的人为了信仰说字去听，合起来就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今仔日是教会公布的纪念主日。咱感谢上帝，赏赐咱一个宣教师巴克勒。伫伊一生中间，有做2项文字事工，对于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影响足深的。头一项就是伊翻译圣经，圣经是足大的文字事工，迄是一直影响到即马这本现代台语译本出来以前，毋望这本有法度甲代替。巴克勒，我想伊今若伫咧。伊毋望有一本新的会当甲代替，一定是安尼。伊若期待讲伊迄本翻了，大家拢毋免阁叮当吼。巴克勒安尼绝对毋是巴克勒啦。伊翻圣经，第2个文字工作就是做教会公布。你知影伊伫迄个时阵的教会公布，你甲想会知我头拄我讲一个故事，东部就咧想讲要安怎摕来到台南，将迄代志发表出去，互众人拢知。所以伊有传达的功能。伊尤其早期的教会，常常解说圣经，有查经，互人阐明真理的功能。毋然呢，伊有各教会消息，彼此带导，彼此帮忙。教会公布到今仔日，我想会阁扮演阁较侪角色，咱有感动，会当为即个工课来奉献。毋望每一年到即个时阵的时，咱会当。想着讲，巴克勒伫迄个时阵会当想出教会公布即款的物件，来帮助咱的消息的传播、传达真理。咱今仔日还阁有甚款的方法，通来做这个事工？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神的主日，你引带阮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提醒阮，你是阮的老爸，阮是你的囝儿。阮为着即个感谢，阮也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阮通过吟诗、祈祷、听主你的话，搁一摆甲你面对面。愿主你的话，搁一摆拍动阮的心，阮伫你的面前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主，阮特别伫即个新的时代，阮有侪的挑战，伫社会上、伫国家、伫各方面，阮有侪的挑战。阮也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有智慧，通知阮伫今仔日阮所徛的社会，阮着爱怎样做，才会当见证主你的名。阮特别将教会公布，搁一摆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愿你引带即个报纸往头前来行，做主你的工。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教会广播社毋知有寄影片来无？无，咱即马先来看。圣经顶面记载，有一个变碎的又死的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因的信，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会做赦免人。”的确。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公报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台湾教会公报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公报长期以来希望
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广播要全面换做大二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广播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众兄弟姊妹拢会使伫这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广播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哦，有当时我家己无看，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啊吼，要搁去对读。拢对广播社的教会广播，读到遐个神学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饿，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小事费力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带导，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而且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广播社的好朋友，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89首，圣诗189首，注释话名闽牛，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头一项，为着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教会公报社；第二项，
为着儿童、青少年暑假期间的活动甲家庭的关系。第三，为着天气异常的炎热，全球气候的变迁的改善，请咱大家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煞尾了后，请苏县长将甲本指示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教会广播社伫台湾宣扬福音，互代代得到信仰的真理。阮求上帝继续使阮引传广播社未来的时光，帮助也毋捌你的人会当找找你，互认捌你的人搁较近我你，互你的正经儿成做一体。伫地上显现上帝国的正义，甲荣光荣耀你。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予教会一个细囝，阮求你带领因伫暑假的期间生活甲活动的规划安排。阮求你看顾每一位父母疼惜囡仔的心，保守每一个家庭关系和谐。彼此代祷，公义慈悲的上帝，地甲地上的万米，世界甲踮伫遐的万米，拢属你。全世界的温度愈来愈悬，人类开始付出经济死亡的代价。阮求天地人民止煞全地万米受到的伤害。赦免阮一切的自私甲骄傲，阮求主安慰失去亲人、悲伤不安的心。阮求圣神感动阮，成做一个谦卑甲上帝创造一切美好同工同行的好管家。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免。这是咱来奉献。
起你来以奉献诗来做咱的祈祷。真济。这是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7月份的地方长老是林世宏长老。第一项，今日文字事工奉献主日，咱真欢迎张志林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请安，这是咱超跑快，谢谢。也请大家兄弟姊妹共同来关心文字事工，并且为着教会广播社来代祷甲奉献。第二项，圣行礼拜日定伫7月30有邀请余杰来做分享，是伫个7月30礼拜四下晡3点半到5点，地点是伫个咱的小礼拜堂遐来举行。第三项，主日的停车的建议，因为主日的时间，咱外口这南路足侪停车格，那会当的，咱会当先停喺外口，优先停伫外口。但是咱若有带长辈，还是行动较无方便的兄弟，咱遮来迄落就即个楼骹地下室的停车位让互遮有带长辈还是行动无方便的兄弟，互因来停。第四项，国际日写信比赛已经开始报名。据我了解，讲即个报名上好伫个线顶来报名吼，线顶报名吼，才会当得奖，才有通摕到奖金啦。比赛时间是定伫8月初5到13，拢总有9天的时间。有接受线顶的报名，并且定伫9月17迄天要来颁奖。伫个遮嘛，呼吁大家，有需要志工，若有即个感动的，会当来世宏长老来甲伊报名，互伊来安排。第5项，信仰的学习的旅程，外展部门有举行即个旅程，要去司马县教会来参加部落的生活的体验，拢总才5名。即个5名，那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家访干事来报名。时间是伫个8月19到8月21。团契消息，今仔日少年团契甲 Bravo 小组拢有聚会。第3项，妇女团契休暑假。休困到8月15，少年团契休困到8月25，学青的团契甲少年小组伫个即本礼拜六拢有聚会。即刻消息方面，欢喜的消息，任浩甲陈丽颖要伫个7月29，就是即个礼拜日、礼拜六下晡2点要结婚感恩礼拜。咱真甲伊恭喜。第2项，主内的吴成树兄弟安孝主怀，伊是伫个7月12清早安孝主怀入世87年，原主安徽彝族。个别礼拜定伫明仔早起7月24，拜一早起上午10点半，
伫个教会大礼拜堂来举行。教界消息方面，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有办理妇女神学的工作坊，时间是伫个8月2日到2日。若有兴趣有要参加的，顶头遐有报名的电话，请咱家己看。第二项，对圣经人版实务医学的新知，这是台湾女子神学院邀请咱的乔奇长老以及甲蔡尚颖医师，共同来上这个课，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七星中会妇女部定伫9月20到9月22办理信用关怀灵修的旅游，地点是伫个南投地区的罗纳教会、甲望乡教会，以及伫个苗栗的斯坦教会。报名到8月13为止。若要报名，请办公室来报名。本期的事工。后礼拜的事项，顶周的奉献甲出席，请咱家己看。这时，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吼，首先来介绍成树兄的查某囝吼，吴律师，请起立，互咱来欢迎，来律师一段，伫遐。青树兄的这个纪念礼拜是明仔载早起的7点半吼，10点半伫教会来举行个别礼拜。咱教会也有侪侪商年对伊的孝念会做阵来参与伫礼拜中也会来献诗煞接来介绍林佑恩对玉生教会来。佑恩在这里段，伫顶头欢迎，请坐。来介绍李家全、李家全伫师大生，欢迎。因为来参加迄个教会的这个活动吼，过来介绍的是刷屏头长老的查某孙对国外转来吼，这是卡毋知坐伫倒，欢迎。来介绍对台南新南医这个陈振仪，毋知坐伫倒，欢迎。蔡佩琪的朋友吼，吴义军毋知欢迎。对高雄滨山教会来吼郭宪智甲罗淑元，欢迎。凤原的朋友吼，对马里兰转来吼，丁宏斌，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赐福咱每一位。这回来吟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张德林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帮赞，甲恁众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闭会，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若有需要带倒的兄弟，请到后面雨伞骹有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